啲人，佢哋從未見過耶穌，佢哋屬於耶穌所講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呢一種嘅人。佢哋亦都係屬於我哋，亦都係屬於呢一種人。我哋從未喺世上見過耶穌，但係我哋可以喺生活中體驗到神嘅真實。呢個包括我哋嘅禱告得到應允，神同我哋交談，神向我哋顯明異象，我哋喺壓力同埋痛苦嘅時刻感受到神嘅平安，亦都可能喺一啲嘅巧合我哋需要嘅時候啱啱發生。喺生活中體驗到神嘅真實存在，提醒我哋神係同我哋同在，我哋並唔係獨自生活，我哋並唔係獨自面對生活中嘅挑戰。呢個就係彼得所講嘅活潑嘅盼望。呢種盼望並唔係一種一廂情願或者係正向思考，而係堅定咁相信喺上帝凡事都能。呢個活潑嘅盼望來自復活，耶穌嘅從死裏復活。復活帶俾耶穌生命，亦都帶俾人類新嘅生命。我哋喺重生中所有嘅活潑嘅盼望係美好同埋自由嘅，因為佢不能朽壞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殘。喺耶穌向門徒顯現嘅時候，對佢哋講：願你們平安。平安係當時人常用嘅希伯來語問候語，佢只係表達咗對和平嘅渴望或者係願望。但係耶穌所賜嘅平安就完全唔同啦，呢個唔係世人所賜嘅平安。耶穌所賜嘅平安係同神相交嘅完全嘅福氣同埋內在嘅平安。耶穌嘅平安係包括咗佢嘅生命、佢嘅愛、佢嘅喜樂，係一種超越一切理解嘅平安。有咗耶穌嘅平安，門徒就能夠揾到新嘅力量去面對人生嘅新挑戰。復活嘅基督向門徒顯現係為咗賜俾佢哋活潑嘅盼望同埋平安。正如喺聖經中所睇到嘅，門徒嘅生命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藉住基督所賜嘅活潑盼望同埋平安，佢哋獲得咗新嘅力量同埋勇氣去面對眼前嘅挑戰，並且將福音分享俾其他嘅人，而唔係再係匿埋喺嗰個鎖上門、關上鎖嘅房間裏邊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哋都擁有活潑嘅盼望同埋基督所賜嘅平安呢一啲嘅恩賜，願我哋亦都能夠擁有新嘅力量同埋勇氣去面對生活中嘅挑戰，去戰勝佢哋，去活出神為我哋預備美好嘅生命。